然后我们一看到那个海报，我们的海报上面有这个"Let Taiwan Be Taiwan"的这个字，我们也觉得很骄傲、很荣幸，说我们用这种本土语言客家话，然后可以来代表台湾，我们觉得非常光荣、非常帅这样子。好，因为我们演出当中就会穿插一些客语的教学吧。然后台下就有几位就蛮有兴趣的，也有一些外国人嘛，就会觉得说，我们在唱什么东西，甚至想要学一些比较特别、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些视野啦这些的，对，就比较好拉近距离啦。所以我觉得音乐才是一个真正交流的媒介。那语言的话，他们喜欢我们的音乐，自然就会想了解我们的语言。当日流量嘅错你堂下，攀登。曙光嘅聲言盡，你個意念，滿足見來見化，看唔似你係佢哋嗌嘅名。